去年立法署公务员防霸凌行底路，为了避免类似的事件再发生，立法院今仔是三读通过《公务人员保障法》部分条文修正草案，明确来定义一场霸凌。那机关首长也是讲一级主管，方认定讲一场霸凌成立，上济是罚款100万。条文修正通过。 在调解的支持之下，立法院副院长江启臣推也甲讲落，宣布三读通过修正《公务人员保障法》部分的条文，明定工课场霸凌的形态，甲定出纠治申诉处理的机制，也有追究行为人的行政责任。我们在去年率先提出了《公务人员保障法》的修正条文，希望借由法律明确的授权，让对没有办法提供 公务员好的安全卫生防护条件的，必须要有法律制裁的处罚作为后盾。2024年11月份，劳动部标出姓吴的公务人员去向霸凌行底路的事件，引起社会关注。不过，这个事件的初期，煞无去向看作是违反公务人员保障法。 这个三读条文就明定，无论是提出建议或者是申诉的人，若是受到不当的对待，安尼负责人就会面临3万至75万的罚款。而且，伫了解工课场霸凌的情形，煞无采取具体有效的措施，会当搁罚3万至150万。甚至机关的首长或者是一级单位的主管，若否认定是工课场的霸凌者，上当会当罚到100万。所有的权势霸凌必须有效的防堵，这是前所未有的公务体系 的一个大要进，当然后续还有公务人员的考绩法相关的配套，我们都要对于霸凌者施以必要的罚则，让霸凌者受到应有的制裁。另外，条文内底嘛明定，公务人员的机关若无提供相关的防护，致使伊的性命、身心的健康受损，会当申请国赔，嘛放令适用的范围，包括政务人员、民选公职等等各种依法令执行公务的人员，不过无包括医疗机构甲公立学校。这个修正的条文会为公布了后的6个月来实施。公司新闻台北报道。